最近立法院法制局等等的单位拢建议教育部就要统一先暂停中小学爱停课，上无停2礼拜。不过教育部昨也表示讲，要授权予地方甲学校来处理。各界认为这款的做法是伫咧下提责任。家长团体甲国民党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要政府爱甲政策讲清楚。 疫情咧校园团，教育部允准大专以后线顶教学到学期尾，但是高中以下，甲通知高中会考后2礼拜改线顶，教育部说敢若恢复各地学校单向处理，因为正反两面拢有家长有意见，有家长团体呼吁政府爱统一机制。 那所以呢，我们会希望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一致性的做法。那我们就是配合政府的政策，不要让我们就是说又是模棱两可，又是自己决定，然后这个结果又是家长要去承担的。国民党团嘛提出94位止学生的感染数字，佮小幼稚园总共有25000多人，甲13000多人，加起来比高中以上的学生感染的人较侪。但是12岁以下疫苗注射率敢若9.65%，批评教育部不应该将防疫责任撒给学校甲家长。如果说要全面改线上上课，请配套家长防疫照顾假应该要有的部分补助。再来，如果你希望要正常上课，请提供足够的快筛试剂，不要让学校变成大家最担心的最大的群聚。 国民党表示，若要互学校维持实体上课，就要请教育部提供大家学生每礼拜2支快筛试剂。若要线顶，家长就应该要有补贴，要有明确的指示，莫直直互家长两边为难。记者陈嘉文、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